目前首批 Taycan 已經逐漸出保質期，相應嘅問題都逐漸顯現。唔少車主睇到 4S 高昂嘅費用之後，都會選擇嚟揾到我哋。呢台香港 Taycan 着電氣系統故障燈。而家我哋嘅檢查分為兩個方向，首先係排除外部，比如絕緣功能是否正常。如果外部冇問題，就要深入檢查內部電池是否有故障。而家可以見到師傅喺度做緊外部絕緣檢查。經過師傅細緻檢查，發現空調壓縮機壞咗，呢個係 Taycan 嘅常見問題之一。呢台珠海 Taycan 儀表顯示電氣系統故障，拖車導電。師傅檢查有兩大問題：一、長時間停放，12伏低壓電池啟動保護鎖死；二、高壓電池絕緣故障。呢兩個問題導致車輛儀表提示電氣系統故障，並且存在安全隱患。呢台澳門 Taycan 無法啟動，直接從澳門拖車導電。初步檢查到12伏低壓電池故障。高壓電池因為內部故障存在較大壓差，呢個都係無法啟動嘅原因之一。而家我哋嘅師傅正喺度逐一測試排查中。如果你嘅 Taycan 都有電氣系統故障、絕緣故障、無法充電、無法啟動等情況，為咗避免短路自燃，要馬上安排絕緣測試及檢查。絕緣測試有分高壓電池、驅動電機、主控盒、空調壓縮機、加熱器等幾大部件。對於 Taycan 呢種載有800伏高壓電池嘅純電跑車，如果出現故障或者需要保養，需要選擇有資質嘅門店檢查。因為 Taycan 需要有經過保時捷廠家高壓電技術認證培訓，以及持有特種作業證嘅技師，使用專用工具先至可以進行排查、診斷、維修。